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您从岁首到年终，从日出到日落，都成为我们的帮助，保守我们领受真实的平安。即使在疫情这段期间，即使外在的环境不好，但是我们内心享有你同在的平安，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让我们有透过敬拜来荣耀你的圣名，并且有与你亲密交通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排除一切你所不喜悦的事，让我们全心全意来服侍你。也透过今天的礼拜你的话语的分享，我们再一次得着力量。求主保守眷顾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在这段礼拜的过程当中得到你的恩典。我们也将今天早上服侍的众同工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恳求你奇妙的圣手引领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服侍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也让所有参与敬拜的人得着祝福。主啊，我们特别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手中，求你赐福带领保守，让教会新组成的团队得到你的引领，能够完成你交代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将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这个会堂当中相聚。那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一起的热情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献上赞美祭。神的羔羊，救
们当中了，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是的，神，主，你的膏油必永留在这个地方。阿门。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我们渴慕你。我们等候爱慕耶稣，渴慕更多敬拜耶稣，同行在左前，不停呼求你，渴望更多遇见经历你。我们敬拜。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你真配得所有颂赞。我们呼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你，从我们中间传到万国万民。
主，我们要在这里回应你的爱。主，我们要对你说，神，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我在这里，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欢迎你降临。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
哈利路亚，亲爱的神，主，我们将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献上。主，这个敬拜是单单属于你的。主，这个敬拜是单单来荣耀你的。主，因为唯有你配得这一切。主，求你喜悦我们的敬拜。主，赞美你。主，愿你的国度降临。主，愿你的爱真实的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你对我们说话。主，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主，谢谢你。孩子祷告不足，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愿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献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请翻开现代中文译本第167页。逾越节前6天，耶稣到了伯大尼，就是拉撒路住的地方。耶稣曾在这里使拉撒路复活。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晚饭，马大帮忙招待，拉撒路和其他的客人跟耶稣一起用饭。这时候，玛利亚拿来一瓶极珍贵的纯纳达香油膏，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子里充满了香气。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将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拿这香油膏去卖300块银子来分给穷人呢？”而是他说这话并不是真的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贼，他管钱，常盗用公款。但是耶稣说：“由他吧，这是他留下来为着我安葬之日用的。常常有穷人跟你们一起，但是你们不常有我。”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祝福遵守他的话，并按着去行的人。今天早上，主任牧师、蔡牧师他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第74加略人犹大第2讲。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聆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我们分享了犹大的一些基本资料。我们提到犹大这个名字原本是受赞美的，但是后来他因为出卖耶稣，成为受咒骂的对象。我们也提到他原本是一个蒙恩的使徒，却沦落成为大家所指责的叛徒。那我们也提到他本性当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贪婪。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他本性当中的几个软弱的地方。牧师觉得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我们本性当中的有可能有这样的软弱。所以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的恩典，您赐下话语是充满的力量的，可以更新、调整、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用恭敬的态度来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专心一致，专注在你的话语上，并且透过你的话语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更合乎你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犹大本性当中的其他软弱的部分。首先，我们要来面对的是有关于他的野心。在犹大的本性当中有一个极大的野心。有些圣经学者这样推测，他说犹大可能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爱国分子。当时犹太人正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事实上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不想要这个外来的罗马帝国这个殖民政府来统治他们，希望借着一些有能力、对群众有吸引力的领袖，能够带领他们一起来推翻这个外来的势力，并且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那犹大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他可能看到了耶稣充满了能力，而且他也欣赏耶稣对群众的魅力，他心中就兴起了一个盼望，他想要利用耶稣基督的能力以及大家对他的拥戴，来达成他建国的目的。心里面他也许是这样期待的：有朝一日，耶稣领导他们这一群革命分子，将罗马帝国推翻之后，建立了新的以色列国。耶稣成为以色列国的国王之后，或许跟随他的人也有一官半职可以享受，所以他内心有这样的一个野心。可是到后来，他却发现，耶稣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发现耶稣决定走向十字架牺牲的道路，所以他看到耶稣走的路跟他想法正好相反的时候，他期待用更激烈的方式来改变耶稣，所以他就想说：我来出卖耶稣，让耶稣反抗这些要来逮捕他的人，也许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带来一波革命的力量。但是他的这一种想法，使他成为千古的罪人，因为耶稣基督并不是他所盼望的要建国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是要建立一个普世的心灵王国的弥赛亚。所以犹大的野心使他犯了大错，犹大的野心使他背叛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是不是会存在着某些野心？从犹大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如何用正确的态度来看自己的野心。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有野心在某个角度来看是好的，是正向的。因为有野心的人对于现况他不会满意，他想要不断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的野心超越过了上帝的旨意，就会成为一种自私的欲念，成为我们生命的束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野心用在正确的地方，它就会变成一种成长的力量。譬如说我们在座有可能有一些学生，我们学生想要成绩更加的进步，那你就努力的用功的读书。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人在职场当中工作，我想要在工作上面有更多的成就，那我有更多的贡献，那我就更努力的工作。也许我们在座有一些是从事技术工作的，那我在我的技术上面要更加的进步，你就会更努力的去学习。只要用正确合法的方式，野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进步。那其实野心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就是企图心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能够为主来梦想。我们如果对上帝国有野心的话，那这是最好的。圣经这样说，把筹划的事交托给上主，你就能够成功。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把它摆列在上帝的面前，看看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把它交托给上帝，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来领受成功的果实。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把上帝国放在我们的心上，特别是我们在座年轻的朋友们，牧师希望你们能够有为主来梦想的这种野心。你们应该心中，如果有一些人渴望说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上帝，或是心中渴望说我希望双联教会能够变得更好，或是我要尽力使我的国家，我们台湾变得更好，那这种野心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野心，成为一个进步的动力。那要调整我们的野心，最好的方式就是怎样？就是先明白并且顺服上帝的心意，透过这样子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到犹大所犯的错误，他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不肯接受耶稣的旨意，不肯接受耶稣的心意来改变他自己，反而他想使耶稣变成他所想要的样子。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要来改变我们的，耶稣不是被我们改变的。我们信耶稣的人要用一种正确的观念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就是主，不是我们是主，绝不能利用耶稣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反而是要将自己交托在他手中，让他来使用我们来达到上帝的目的。犹大的悲剧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当顺服耶稣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人对于耶稣有不正确的期待？我们常常会祷告这样说：主啊，我想要什么，求你帮助我。这样的祷告并不是十分好的祷告，而是你在祷告之前，你要先反省，做信仰的反省。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不是耶稣的想法？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求耶稣成全，求耶稣来帮助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主，我们听他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做主，让耶稣来听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是透过祷告来命令耶稣来完成我们的想法，而是透过祷告来思想耶稣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你有这样错误的观念，你一定要做一些调整。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啊，这个人他是一个运动员，他是美国的一个铅球选手，他长期以来一直预备的要准备好来参加他大学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比赛。结果他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从一个Bill 这个机构传给他的哈，就是他有去做骨髓捐赠的这个意愿同意哈，那他就是透过他的那个骨髓去跟人家配对哈，如果有需要的，正好配对成功的，他就可以把他的骨髓捐赠给他。那结果他正好在预备他要参加他大学最后一次的这个比赛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比赛，他对这个比赛也充满了野心，他希望透过这个比赛来得到一个很好的奖牌，来就完成他大学的这个阶段性的使命。可是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才发现说有一个28岁的病人，这个病人他如果没有接受骨髓的移植，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可以活，而他的骨髓正好跟这个他的名字叫赖尔哈，这个铅球运动明星正好完全匹配。这根据那个科学的研究哈，除了家人以外哈，骨髓完美的配对哈，只有500万分之一啊，所以这个是几乎是只有他可以来救这个28岁的这个年轻人，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考虑跟挣扎，最后他马上做决定，他决定把他的骨髓捐赠给他，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不能够举重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不能持续的接受训练，来参加他大学的最后的这个比赛。但是他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把他的骨髓捐赠着给这个真正需要的人。后来有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决定？”他说：“我想说，那个奖牌其实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荣耀，是他长期渴望要得到的。但是，相对于一个人的性命那个奖牌是微不足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拥有野心，但是只有我们所信仰的爱，可以帮助我们做正确的抉择。所以，牧师期待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你有任何的野心的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调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接着，我们继续来看犹大生命当中的第三个本性当中的软弱，就是伪善。犹大的本性当中带着伪善。伪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演戏啦。我们知道演员都是照着剧本去演戏嘛，不是真正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表现出来。剧本怎么写他就怎么演。一个好的演员他即使今天遇到很悲伤的事情，要他演喜剧，他也必须要照着剧本演，让大家哈哈大笑。一个好的演员，如果即使他心中充满了喜乐，可是剧本要他演悲剧，他也要演得哭哭啼啼。那这个就是演员。当然这是好的演员所的一个特质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还一直在演戏，一直在做演员，那实在太可怕了。犹大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从两段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在演戏。第一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在逾越节前6天，耶稣到了伯大尼的一个家庭，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庭。他在那边准备吃晚饭，马大在帮忙招待，拉撒路跟耶稣跟其他的客人一起要用餐。这时候，玛利亚拿着一瓶极珍贵的纯纳达的香油膏，这是非常宝贵的，值300两银子。他就把它完全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瞬时间屋里面充满了香气。结果这时候原本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这个人的奉献是这么样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结果有一个人说话了，就是犹大。他说：“为什么不拿这香油膏去卖300块钱来分给穷人？”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对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真心关心穷人他是贪这些钱他是贼，他是管钱，常常盗用公款。耶稣就对他们说：“有他吧，这是他留下来为我安葬之日用的。”因为当时的人过世之后，就是要抹上这个香油膏。他说：“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可是你们不常有我。”就是玛利亚这个奉献是值得的，因为她是为耶稣的死做预备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犹大表面上他的说法看起来好像很对，为什么不把这个香油膏去卖300两银子，可以去帮助这些穷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但是私底下他去贪爱钱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只考虑对或不对，也要考虑做这个事情的存心事实上，犹大就是在演戏他是看重那些钱，而不是看重贫穷的人。第二个场景，他演得更过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逮捕那一夜，犹大已经出卖耶稣了，已经去拿到那30块钱的银钱，回到门徒当中，
然后他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就当时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记载，耶稣给门徒一个一个洗脚，一个一个洗脚，就是包括连犹大他也洗了。然后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因为耶稣知道谁要卖他，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当时门徒就很惊恐。每一个人都开始反省，圣经说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都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是我吗？”因为每一个人都不确定是不是谁要卖主，连犹大也假装在耶稣的面前问他说：“主啊，是我吗？”真是假冒为善到极点了，演戏演到真是过头了。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隐藏之事有一天终必揭露。我们看到耶稣这样说，耶稣过去的教训常常提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他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他的影响就是他们的伪善。一切隐藏的事都会被揭发，秘密的事也会被揭露。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听到；你们在密室中的耳语，也会在屋顶上给宣布出来。”耶稣对我们说：“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审判。你不要以为你假冒为善，人家都不知道，上帝一定知道。”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样的状况，所以只有敬虔跟诚实是最上策。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敬虔并且诚实，这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耶稣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努力跟学习的方向，不要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最后，我们来看他本性当中的第4个弱点，就是背叛。犹大的内心，他对耶稣由爱生恨，对于耶稣由期待变失望，所以他背叛了耶稣，但是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他的心被撒旦捆绑，他无法回复到他起初被呼召的荣耀，他违背了他的忠实。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要透过他的生命来反省。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把我们看作是基督的仆人，受命做上帝这奥秘的管家。主人对管家所要求的就是忠心。”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上帝赋予我们去管理这世上我们所拥有的。那主人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忠心，希望我们都能够忠心到底，不要背叛。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最后，我们来看加略人犹大的结局。圣经说，出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后悔了。所以犹大是有后悔哦，他后悔了，他就把30块钱银币拿去还给祭司长跟长老，然后说：“我犯了罪，出卖了无辜者的命。”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结果你看到祭司长跟长老们给他的回答，多么的残酷无情。他说：“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犹大就把钱丢在圣殿里，走出去，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后悔了，但是很可惜，他没给他自己第2次的机会。其实我们都知道，11个门徒其实都出卖耶稣啊，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都逃走了。彼得甚至3次都不认主，但是耶稣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
你在回转归我以后，就要激励你的弟兄们。我相信犹大如果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上帝也会把他找回来，让他继续完成上帝交代他的使命。可是他因为一时的失败，却永远沉沦。他用最不负责任的方式来面对他的过失。我们从旧约圣经看到新约圣经，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信仰伟人，他们都曾经犯过错。从摩西、大卫到新约的彼得、保罗，他们生命当中都曾经失败过。但是他们后悔之后，他们有改变，就是他们有悔，并且有改，他们有悔改，不让一时的失败决定他们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曾经会跌倒，我们也会遇到失败的时刻，但是我们深信，上帝会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一时的失败并不代表永远的失败，请大家一定要切记。我们用2个礼拜的时间来看犹大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其实有无限的遗憾，他没有办法超越过他本性当中的贪婪，他没有办法超越过他本性当中的野心，以及伪善跟背叛，以至于他最后用最不负责任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悲剧的人物。我们应当祈求上帝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本性的弱点。我们求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圣经上帝的话语。我们对神说：我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我在这里要深切的寻求你。我们这时候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用真诚的回应来唱这首诗歌，求主帮助我们。深切寻求你，每个清晨夜晚，不住地寻求。我在这里，聆听你心意，亲爱主耶稣，渴望回应你降临，主耶稣。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上，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
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你内心当中存在着许多的疑惑，或是你有什么样的困境你无法突破，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牧师会为你祝福。我们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我们后面那边有姐妹哈。那其他的，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恳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那边还有一位姐妹哈，需要人家为她祷告。我们把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求主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本性当中的软弱去除掉，让我们充满神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并且赐下力量，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的时候，也充满了智慧跟力量，能够做正确的选择，来荣耀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有话语充满了力量，也充满在我们心中。主，我们本性是个罪人，恳求你怜悯我们，恳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合乎你的心意。我们也特别将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在你大能的圣手。求主亲自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保守眷顾他们的一切。无论他们遇着什么样的困境，主你与他们同在。我们也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让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来祝福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时候，请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们一同起立来感谢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你加添我们心中的力量，在任何环境中仍然信靠你。愿你常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将微薄的金钱献上，做你圣工所用，恳求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周特别事工的第2点，本主日为代降节第2主日，点燃第2根紫色蜡烛，代表信心。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心，学习完全的信靠与交托，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活出主所爱的样式，成为众人的祝福。本年度的圣诞节庆的活动刊登在周报的第16页，请大家一起关心、参与代祷。第3点，本主日为总会锁定的关怀爱之主日，呼吁兄姐共同来关怀爱慈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所有事工，并提醒大家共同来防治爱之的使命与责任。第2点，肢体关怀的第1点，恭喜本会会友林玉安姐妹跟黄伟胜弟兄定于12月11号本周六下午3点，在蒙甲长老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大家可以去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第2点，恭喜本会的会友林念义、林佩荣伉俪于11月30号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及全家。第3点，特别事工，就在本主日的下午1点，台湾音乐史上的新发现有一个讲座，在本教会的9楼联谊厅，欢迎兄姐来参加。我们再翻到周报的第7页，有牛埔庄委员会的消息，他特别讲座就是从公投议题要探讨台湾的未来。我们赖清德副总统在12月9号礼拜4晚上7点，在10楼礼拜堂会来演讲。那这个要报名，要在9楼的办公室来报名。第二点是解密风暴与转型正义的一个讲座，它时间是在12月11号上午的10点，礼拜6上午10点，在7楼礼拜堂。这个也是要来报名，我们来跟徐主任来报名。以上的报告还有许多事工，请兄姐一起来关心并代祷。我们请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跟牧养代祷。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新来的新朋友，这边有2位，第一位是卓佳云小姐，坐在这边哈，好，欢迎。还有他们同一个教会的王杰恒小姐，都是彰化和美教会的，他们都来台北念书哈，欢迎你们。那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的？那我们请这2位贵宾，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接待跟介绍。牧师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周间礼拜4跟礼拜6，永虎庄的讲义所都有举办很好的座谈会，那大家可以来参与
来共襄盛举。那另外在圣诞节期当中，也有许多团契小组，还有我们各个牧区都有举办很多的圣诞节的活动，欢迎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祝福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